嗱，買樓嘅真正成本咧，除咗有印花稅、有啲附加稅同埋一啲登記費之外咧，其實有好多隱藏成本嘅。長遠咧係會令你嘅實際回報率大打折扣嘅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幾個海外置業嘅基本稅務知識，等大家咧可以更加精打細算。以香港人比較熟悉嘅英國為例啦，買樓要俾 stamp duty， 其實咧係以一個累進稅階去計算嘅。假如你買一個50萬英鎊嘅單位，就需要俾1萬鎊。如果係非首置，甚至係一個海外買家嘅話咧，你就要俾多額外樓價嘅5%同埋2% 嘅附加稅。如果打算出租物業，就需要報個人所得稅。以目前倫敦平均租金計算，每年收入就有24,000鎊，咁 income tax 就大約需要俾4,800鎊。而當中需要出售物業嘅時候，就需要留意樓價升值嘅部分。扣除咗 personal allowance 同埋交易成本之後，有機會你需要俾一個資產增值稅。除此之外，業主都需要留意每年有咩雜費開支，有管理費，仲有 council tax。council tax 咧係由物業所屬區份收取嘅，整路啊、收垃圾啊，所有公共服務都關事嘅。視乎嗰區需要幾多營運資金。實際金額咧係會根據估值、所在區域、能源級別而定。不過喺出租物業嘅情況下，呢一筆錢咧一般都會係由租客承擔。但如果物業喺空置狀態，期間業主就需要負責繳交啦。萬一租客走數，其實真係幾頭痕啊！咁呢個時候有個專業嘅租務管理幫你做好租客背景審查，揀個好租客就好重要啦。而出咗名零稅天堂嘅杜拜嚟講，當地嘅稅務環境咧可以話係唔同個國家入邊最吸引嘅。頭先講到個人入息稅、利得稅等等，通通都唔需要，只需要嘅係俾 Dubai Land Department 而一次性樓價4% 嘅註冊費。有啲進取嘅發展商咧會為買家提供註冊費優惠。所以你揀發展商嘅時候，絕對係投資杜拜物業重點之一。雖然話係零稅天堂，但係當然有所謂嘅隱藏費用，你都需要留意一下啦。例如管理費，視乎地段同埋社區配套嘅啫。好似位於市中心 downtown 嘅物業嚟計，平均每年每尺係大概20到30 dirham 不等，即係為喺港紙40至60蚊左右。不過杜拜嘅住宅咧係非常之着重呢個社區配套，單係水上設施有長達2公里嘅水晶湖游泳池、水上健身設施。如果你買別墅嘅話咧，甚至會有水上遊樂園添。有啲發展商會喺個項目入邊配備醫生駐守，足不出戶咁照顧你身心所需，絕對係物超所值。仲有啲咩需要注意呢？例如水電按金、添置家具、家居保險等等，呢啲咧大家都千祈唔好忽略。講到日本物業買入嘅成本，望落去好似好複雜，好多嘢要記。入邊包含咗 land registry cost、stamp duty、sinking funds 等等。但係實際只係樓價嘅2到3%。更加重要嘅係海外人士同埋本地買家買入嘅成本都係一樣。澳洲嘅稅項咧就要視乎州份而定。有樣嘢記住，如果你本身係冇澳洲嘅 passport， 你要買當地嘅物業係需要俾一個叫做 FIRB cost。好多買家淨係關注物業價格，但係其實無論你喺香港買樓定係海外置業，當中一定有好多物業價格以外嘅成本。如果你想避開呢啲稅務陷阱，記得理性投資同埋好好規劃。又或者可以聯絡我哋 JLL 仲量聯行，幫你度身訂造合適你嘅海外物業投資策略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s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？計過風險先好買。